听课的部分呢，要听的课的部分是在第3章金刚萨埵念修金刚萨埵的方面呢，就是那天我们讲到哪里呢？从护主龙树菩萨这里就是要开始要念的，是不是？对。好，那我们就前面要听课，前面呢就是要有圆满的法愿，为所有一切众生发菩提心。那么在这个方面来说的，我们以前在讲课的时候也好，上次讲课的时候也好，在任何时候我们都是会提醒到的。因为讲课在听课之前呢，就是必须得要我们为所有一切众生发菩提心。我们知道所有一切众生都是曾经都是做过我们自己的父母亲，所以呢一切众生都是我们自己的父母亲。知道一切众生都是父母亲的情况下，那同时也是知道父母都是对我们有恩德。那我们知道了父母都对我们有恩德的一个这样的缘故下，我们就是要有一个报答恩德的心。那么我们在报答恩德的心呢，所有一切的这个报答那个父母的恩的方式来说的话呢，没有比发菩提心更圆满的，没有比修行然后回向给他功德更圆满的一个报答的方式。那么在一个众生来说的话，就是所有的快乐，所有的圆满，就是解脱轮回的痛苦，才是真正的究竟的快乐跟究竟的圆满。所以呢，我们为所有一切众生也是报答来说的，我们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为他的一个心然后就怎么说呢，在一切的意乐可以送给他人的一个这样的心。为什么呢？因为他人实际上都是我们自己的父母亲，所以呢我们就是本身来说的话，就是不能有什么那种自他的这种分别念，实际上来说的话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就知道是他是什么呢？我们就是要没有那种自他的分别念。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就不要有自轻他怎么说呢，自重他轻的那种想法。我们都认为是自己是很重要，他人呢就是比我们更不重要，有这种的想法是不对的。所以呢，我们就是今天要修的，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方面呢，就是有念修金刚萨埵的这个怎么说呢修持的方法。那么就是在要学习的一个这样的时间。那当然呢，就是我们念修金刚萨埵是我们上礼拜六的时候就是开始讲的，然后在上礼拜六的时候呢也没有讲太多，因为呢就是上礼拜六是我们就是那个课要恢复，那么今天呢就是要正式的再继续讲下去。那所以呢就是上次我们没有讲太多的原因也是这样的。那么但是我们上面呢就是有一些公案嘛，就相当于就是在某人造了多少的业，但是到最后忏悔了，获得了怎么说呢，罗汉的果位呀等等，这些的一切公案呢，就是在佛经里面都是很多的这些的这个故事。那么这些故事都是事实的故事，真实的故事。所以我们就是要听这些，我们学习这些时，我们要知道自己的内心当中，第一要知道不能造业。因为造业的话，就是业力因果是非常可怕的。那么在因果随时都是会存在自己的身边。那么我们所造的业呢，就是随时随地都是会出现在我们自己的身边。那么我们造业业力带来的所有的结果都是不幸福的、不快乐的、不完美的那么在善业带来的一切都是幸福跟快乐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就是人呢，就是在短暂的时间里面，就是一个在当下看不到的很多东西呢，觉得应该是不会有，或者是不太去重视
那么人往往都是在利益怎么说呢？那个重视短暂的利益，那么就是并不知道怎么说呢？那个重视永久长久的利益。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很多造业的人也是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一直呢就是为了生活，为了自己而不断的去造业。那么这个来说到我们学习的主要的学习佛法的主要的好处，也可以说是主要的利益呢。首先我们要知道不能造业。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一知道不能造业，就能可以做得到吗？那也是很难。所以呢，我们为了能够可以再继续不要造业，而且是在过去所造的一切的业障都是可以忏悔，所以就必须得要忏悔。那么在诸佛菩萨呢，就是给我们很多的忏悔的方法，也很多的消除业障的方法。那么这些我们都不用的去修，不用的去做的情况下，那我们就得到了多少个方法也是没有太大的用。所以呢，我们就是在闻思修三个过程当中，需要听闻佛法，需要学习佛法的主要的用意也是在这里。我们要知道造业是有业力因果，那么就是感到非常不快乐的、不喜欢的这些所有的这种因果都会产生在自己的身边。那么这些那我们就怎么去解决，怎么去处理呢？那当然要忏悔。那么忏悔里面来说，那我们在经中有句相当于也是在大解脱经当中的忏悔的方式，还有呢就是35惑忏等等，就有各种各样的那么只是忏悔的很多的方式，也有很多的专门用忏悔经的也有很多。但是在所有一切忏悔经当中来说的话，也是那么在修持上师金刚萨埵佛而忏悔的这个来说的话，就最为殊胜的没有比修持金刚萨埵更殊胜的一个忏悔的方式所以这个我们必须得要知道知道这个殊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支出，然后知道是说我们就是要忏悔的话，就是用什么方式，用什么仪轨，用什么对境来可以作为忏悔，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所以这个来说的话，就是下面我们就是那天有就是在这里面所讲过的，所谓的业障，就像我们自己的本身的这个清净的一个本性，是一个非常干净的一个镜子一样。那么在这个非常干净的镜子，非常亮的一个镜子前面放什么，都是会在镜子当中会出现什么样的。像比如说我们自己的脸去照一个镜子的话，脸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就是整理的干干净净，然后照一下镜子，镜子里面出现的脸也是干干净净的。那如果是我们脸上涂很多的颜色，各种各样的，就是乱七八糟的，黑色、黄色什么蓝色、绿色，各种颜色，所有各种的这个脏的东西都抹在脸上去照一下，镜子里面就会出现一个很不干净的，然后就很奇怪的脸。那这个来说的话，就是本身的这个镜子又没有什么关系，它的这个出现的这个不干净的这个东西跟镜子有没有关系？没有什么大的关系，因为这也并不是什么镜子不干净那么这个跟镜子干净与不干净是没有关系的。但是镜子里面会出现这个呢，它就是会显现出这个镜子是有这个作用的。所以我们所有的众生的本性，就像一个清净的这个镜子一个镜面一样，本来是非常清净的，这就是我们佛也好，众生也好，都一样的有的这个本性的清净。那么这个上面呢，我们造了业，那就会出现不干净的脸一样的，那么我们修善就会出现干净的脸一样，就这两个都是可以能够出现的。所以我们众生为什么能够可以成佛，原因就是在这里。最大的条件，我们众生可以成佛的原因是
我们众生的本心本来就是佛心啊。那么所谓的法身啊，佛就是我们众生本来的这个清净心，这个本来的面目就是法身佛。但这个就是如同就是干净的这个镜子一样，前面照的不干净的东西，那镜子里面也是只会出现不干净的东西然后就是很不好看的东西，那么就很粗的东西。那这些来说呢，就是我们怎么去想，那我们不要造业。那么我们造业的话，本身的清净的这个心呢，就是会污染到。那么我们修善了以后，那是不是这个所谓的本身的清净的心，它就变更清净了？没有修善的情况下，它就变成不清净？那也不会的，因为镜子本身就是它是不会有变化的。就像这样，我们的本心是不会有任何变化的。我们修善，我们的本心也不会变得越来越清净。然后我们造业，我们的本心也不会变得越来越不清净。本心是没有变化的。但是我们所谓的感受，在因果的轮回当中呢，我们所谓的这个幻觉的一种感受是不一样的。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正在感受一个在因果轮回当中的一个众生，而且是我们现在正在感受的就是一个人类的众生，自己是一个人。那么人有什么样子的优势，人有什么样子的功德，那我们也就有这个人的功德。那人有什么样子的坏处，人有什么样子的不圆满的地方，我们同样就是有很多不圆满的东西。所以我们那一直都是跟着这个怎么说呢，好与不好的一个这样的区别的一种怎么说呢，念头当中呢，就是只希望好，而且自己要好。那么这些的缘由，这些的来源是什么呢？就是怎么说呢？84000多种的烦恼总的来说的话呢，就是五度的烦恼。最怎么说呢？最终的根本来说的话，那就是无明。因无明的一个缘故呢，就是造成了各种不同的怎么说呢？那个欲望。然后就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欲望，所以就是通常也是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怎么说呢？那个痛苦所以我们修持佛法呢，就是为了要消除这一切的烦恼，为了要消除这些一切的烦恼。如果说能够可以消除一切的烦恼的情况下，那我们前面所讲的一样，从我们的阿赖耶识当中呢，就是所出现的这些怎么说呢，清净与不清净的这一切的现象都是不存在的。那么回归到原本的这个根本的这个真实的面目当中呢，那一切都是清净的。自本作人着康着